喂，Hello，大家好啊！咁今日同大家講個娛樂新聞啦。咁啊，呢個頻道咧要作出多啲嘗試啦。咁啊，希望大家每日睇片咧，咁啊睇得開心啲啦。咁啊，希望即係每日2條片咁樣，總有一條片都啱大家心意啦，可以俾大家打機又好啊，搭車又好啊。平時冇嘢做咧，就10分鐘、8分鐘咁樣聽下啦。咁啊，大家有咩意見咧，都可以留言嘅。咁啊，今次講嘅娛樂新聞咧，其實就最近都好紅噶啦。咁啊，就係呢個周星馳啊，咁啊星爺啊，就呢個功夫女足。嗱，咁啊，你冇理佢條片，即係嗰個電影嗰個評價到底係好唔好啦，即係觀眾嘅意見係咪兩極？即係好有啲嘢好實際嘅，即係票房就係睇數字嘅。咁啊，佢已經超過咗20億噶啦，好似。咁啊，以一套電影嚟講咧，佢係成功嘅。係啊，當然你話周星馳個朵。即係觀眾以後仲 buy 唔 buy 呢一件事 ，OK？ 佢從此收山嘅話，咁去到咁佢已經係贏咗啦，係咪先？諗下即係票房大收咧，嗱咁啊，但係大家同時亦都知道啦，咁啊周星馳呢個人咧就非常之具爭議嘅，咁啊特別係同佢合作過嘅人啊，多數都反面收場，咁啊令我諗起我哋即係香港都有某個 YouTuber 係咁啦，咁當然個級數係冇得比嘅，咁啊但係周星馳呢個人咧係佢係唔。即係好多人都話佢唔識做人啦，即係其實冇乜人情世故咁啊，但係佢係好貪錢啦，即係好講錢咁樣啦。OK，咁啊，所以咧即係其實佢最大嘅仇家咧，咁我哋一定要數向太啦，係咪先？佢同向太之間嘅恩怨咧，其實直到今日咧都應該未解決噶啦。雖然向太咧喺上年嘅年尾就話自己已經釋懷。咁啊，但係咧，佢最近同佢嘅仔仔向佐直播嘅時候咧，咁啊向佐咧都一個唔小心就講咗話大家真係千祈唔好去睇功夫女足啊！但佢係話少林女足嘅，突然講錯名添 ，OK？ 咁啊，叫人唔好睇嘅。咁啊，向太咧都尷尬喺一旁 ，OK？ 咁啊，除咗向太之外咧，另外一個同周星馳有好大恩怨嘅，不得不數啊，就係帶呢個周星馳即係。令到好多人知曉嘅伯樂就係呢個李修賢。嗱，咁啊李修賢咧，其實咧就係帶住即係周星馳入呢個電影圈啦。咁但係後來佢哋亦都係即係反面收場。咁啊而最近咧，即係好多人都係因為功夫女足嘅成功咧，咁啊抽水啦，係咪先？咁啊李修賢咧就即係因為早前係一個一條片段入邊啦，係啦，咁啊又串啊周星馳。佢就話周星馳咧就冇兒冇女，即係你幾多錢都冇用啦，你都冇仔冇女，又冇家庭冇朋友。嗱我啊唔同啦，我啊兒孫滿堂，我啊得閒冇嘢做啊，出海出去遊艇玩係咪先幾開心？諗下我只能夠講李修賢呢個人咧，一陣會同大家講下到底佢哋有咩恩怨啊瓜葛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就即係我唔係一個好客觀嘅人啦，我個人就唔係太中意李修賢呢個人嘅 OK。咁啊而且佢今次咁講咧，亦都辣着咗好多人嘅。嗱，首先咧，佢串呢個周星馳咧，話佢冇仔冇女啦，咁啊又串親我哋香港嘅嗱，而家唔知算唔算係香港啦，即係我哋嘅 YouTuber 巨龍哥哥啦，係咪先？即係你串我剔啲哥哥冇仔冇女咁啊，冇所謂，我不嬲都唔想生，講真，我唔明點解啲人咁中意生後代咯，講真。咁啊，但係我哋嘅巨龍哥哥就而家佢嗰個代孕計劃唔知點啦，冇晒下文啊，係啊，即係佢都真係幾勁啊！嗱，咁啊，今次冇得賴佢老婆啦，係咪先？即係嗰啲精佢自己代孕，即係除非係賴埋你話代孕嗰個卵子又唔得啦，係咪先？咁你都幾黑仔喎 ？OK， 我哋唔好岔開話題啦。好啦，咁啊，跟住就係冇兒冇女咧。嗱，其實好多都係嘅，你睇下周潤發都冇噶。咁啊，梁朝偉、劉嘉玲都冇啦，即係佢呢句嘢咧，其實佢得罪咗好多人嘅，我想講。咁啊，另外咧，佢又話呢個周星馳咧就鬼鬼祟祟喎，佢話又要戴帽啊、戴口罩啊、戴太陽眼鏡啊，即係佢言下之意咧就驚，即係話周星馳做人唔得光明磊落，鬼鬼祟祟，咁啊好似出街驚俾人打咁。咁啊，但係其實佢呢個片段嘅時候咧，話佢自己都戴帽嘅，其實。係黑人問號啦，咁即係我想問下戴加上喺內地嗰個空氣污染比較嚴重啦，咁啊戴口罩其實都無可厚非啊，你喺片場係咪先？咁我唔知點解咁都可以攻擊佢啦。嗱咁啊，但係咧，即係現年74歲嘅李修賢，由嗰條片可以睇到，佢到今時今日都仲未釋懷嘅對周星馳。咁佢哋兩個人嘅恩怨咧已經超過30年㗎啦。咁啊，到底佢哋兩個之間就發生咩事咧？嗱，咁我哋要講翻咧，即係我哋又要數當年啦。
到底佢哋發生咩事呢？喺1988年啊，咁啊周星馳咧當其時仲喺無線節目嗰度做緊兒童節目主持啦，即係我哋嘅好似閃電傳真機啊嘛。咁啊佢就當年李修賢咧就因為係可能係睇中咗周星馳啦，黑白僵屍嗰度，咁啊邀請佢拍呢一個電影，好似係叫做《霹靂先鋒》嗱，我都係上網揾資料，如果錯咗大家就就住我嚟講啦，唔該你可以留言提翻我啦，因為我第一次做呢啲類型嘅片咧，咁啊要揾嘅資料係比較多嘅，咁啊呢一套電影咧就幫星爺攞咗呢個金馬獎嘅最佳男主角。佢哋當時兩個人簽咗一個長約嘅，好似係10部片嘅，即係周星馳咧要幫李修賢拍嘅片要拍10部，咁啊每部咧好似係70萬港幣嘅。咁啊當時70萬其實都多啦，1988年喎，係咪先？嗱咁但係問題嚟啦，大家知道啦，周星馳真正爆紅係幾時啊？就應該係講緊佢嗰套賭聖啊嘛。即係王晶拍嗰套賭聖呢套先係真正令到周星馳係紅到爆炸嘅，咁啊跟住就當然啦拍咗呢一個《逃學威龍》啊等等好多勁嘅電影嘅。嗱當其時咧佢嘅票房其實係可以話一飛沖天啊，係啦完全成為呢一個即係香港唔知咩雙龍啊成龍啊，即係雙咩周潤發、周星馳同埋成龍呢3個咁樣啦。嗱當其時咧其實開價已經高到過千萬嘅啦，票房亦都幾千萬嘅。咁但係咧，周星馳作為男主角，佢仍然係每部電影淨係攞到去70萬嗰個合約價啫。咁啊，正常你當然啦，嗱你可以話係合約精神啦，講真。但係其實咧，喂，你其實你都要就住啦，講真，你分紅都要分俾佢啦，即係李修賢做一個老闆。即係如果你下下都咁樣，即係到底而家嗱，到底邊個係貪錢呢？即係邊個係對金錢着重咧？其實大家都心中有數啦，係咪先？咁啊，而且嗱，其實當時咧，即係周星馳喺李修賢旗下嘅時候係冇紅到嘅。咁啊，李修賢咧，即係揾周星馳拍咗幾部電影之後咧，其實係都唔叫好又唔叫座啦 ，OK， 咁啊最後咧李修賢係將周星馳咧係外借咗俾，即係打包咁樣賣咗俾其他公司，咁就係永盛啦，就係呢一個向華強嗰間啦，係啦，咁所以先至紅嘅 ，OK， 係咁啊，總之周星馳其實都有啲不滿嘅啦，當時對呢個李修賢係咪先？咁啊，所以呢一個其實就呢個片酬問題咧，就係令到佢哋兩個人決裂嘅主要原因嚟噶啦。咁啊，我就唔明啊，咁其實都過咗幾廿年啦，係咪先？咁啊，即係今時今日，人哋周星馳有佢繼續拍電影啦，係咪先？咁你既然你話自己有兒有女，又去遊艇玩咁樣，你咪退休咯。講真，咁你理得人咧？其實你即係我覺得咧，周星馳咧作為一個前輩啊，唔係李修賢啊，李修賢作為一個前輩。即係其實你咪做下樣咯，你咪恭喜佢嘛，咩功夫女足話20億票房喎，咁啊即係希望佢長收長有咁樣喂，咁其實大家即係你扮下嘢祝福，咁其實對你都冇損失啦，我覺得呢件事。再唔係嘅，你咪唔好理佢咯，係咪先？你唔講都得㗎。但係李修賢就偏偏咧，仍然係要宣。咁啊咁多年嚟咧，即係好多人都係喺網上即係同佢合作過，人都鬧周星馳嘅。咁啊，例如當時嘅黃一飛啊，咁啊其他嗰啲咩火雲邪神嗰啲都係啦，咁啊即係個個都係抽佢水啊，又乜乜物嘅。嗱，加上當其時因為向太同埋向華強咧，真係唔妥周星馳，好多人都係好多藝人咧，我唔知係被逼響應定點啊，都係喺網上咧口誅筆伐周星馳。咁啊，周星馳有樣嘢好嘅，佢始終咧係粒聲都唔出嘅，佢對呢啲罵戰咧完全採取一個封鎖態度啊，佢係唔理你咪你有你鬧咯，係嘛？你點鬧咧，佢就係唔出聲。嗱咁啊，我覺得周星馳呢個做法係非常之高嘅，好老實講啊，即係佢就係唔理你，反正即係日久見人心咯，係咪先？路遙知馬力呢一個係最好嘅形容詞。咁啊，即係當然啦，對於今次李修賢嘅謾罵咧，周星馳係由頭到尾都冇理過佢嘅。咁啊，最後咧反而係啦，咁啊李修賢可能真係上一個時代人嚟噶啦。今時今日咧，互聯網咧真係唔係話你係網民主導嘅，其實佢嗰個片段一出咧，馬上引起
地嘅即係嗰啲網民咧就對佢口誅筆伐啦。咁啊，即係屌到佢七彩啦，當然係嘛咁啊，即係你話人鬼，即係你實一句冇兒冇仔冇女呢個真係得罪好多人啊！大佬呢個真係窩心痛啊！你對於巨龍嚟講真係屌你啊，大佬。好咁啊，跟住李修賢咧就發覺咧，即係網絡嘅輿論太勁啦，佢就不得已咧就拍咗條道歉片啦。咁啊，但係其實都係爛船，即係跌咗落地攞翻扎沙啦。咁啊，片尾會放俾大家睇下佢道歉嗰個樣嘅。OK，咁但係我都希望佢有樣嘢講得啱嘅，即係禍不及家人。咁你啲網民鬧咪鬧李修賢咯，即係你鬧佢啲屋企人係冇意思嘅。我覺得呢樣嘢就冇係搞到人哋屋企人。係啦，咁啊，總之我覺得就成件事大致上就係咁啦。我覺得呢單新聞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啊，唔知大家咧對於即係李修賢嘅言論啊，同埋網民嘅反擊又有啲咩睇法呢？咁你覺得即係李修賢同周星馳到底係誰對誰錯呢？咁啊，大家都可以留言講下啦。咁啊，如果中意嘅就俾個 like 啦，咁啊訂閱同埋分享下咯。咁啊，如果有意見就可以同我講翻。咁啊，睇下下次會唔會再做呢種類型嘅片啦。我哋下次見，拜拜。大家好，我是李修賢。首先，我恭喜周星馳的《功夫女足》票房超過20多個億，恭喜。至於我也不賴，在這陣子我也拿了一個冠軍，就是被罵的冠軍。唉，人生第一次給人家罵那麼久。其實我今天拍這條視頻，我只要向大家道歉。我身為一個公眾人物，我不應該在公眾場合講這些話，令到觀眾朋友對我的反感。那網絡上面有很多說我跟周星馳的矛盾，說我壓榨他，把他賣掉。我告訴大家，這些都不是事實。我從來沒有壓榨過周星馳，我也沒有把它賣掉。至於裡面的細節問題，我都很少講。不僅已經過了30多年，其實我講出來也沒什麼意思，但是很多人都要我講。具體裡面發生什麼事情，我心裡有數，我也很少去講他的事情。但是在網絡上面有很多朋友們把我的截圖、我的照片截圖下來以後，講他們想講的話，把它放出來。我這樣解釋也有很多朋友罵我，但是你們相不相信是你們的選擇。你們相信講他們講的話對不對？你們自己去分析。那在我的評論區也有一些粉絲告訴我，他們在罵我李修賢的片段裡面，幫我在評論區說了幾句話，也給這個網暴的圍攻。唉，我希望大家手下留情。我做的事情，我做錯了，我承擔責任。但是我的粉絲們，我的家人，他們沒有錯。你們不要再網暴他們，好嗎？
所以这个网络世界真的非常的厉害，但也不是这个网络是法外之地啊！我希望大家朋友们吃瓜捡个乐就过去了，大家说是不是？最后我衷心的向大家道歉。